轩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再逃避面对现实，我也要面对我们两个之间的现实。我们之间真的不是爱情。就算我们之间以前没有爱情，现在也可以重建爱情。林轩，别再勉强。 我知道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赵熙了，可是我也不是以前那个林轩了，我们俩都变了。谁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呢？爱情难道只有一个样子吗？给我们俩20年的青春一次机会好吗？ 什么都会过去的，没关系的。我们俩在一起一定会好好的，好吗？怎么啦？快走啊！林轩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来这里啊？我真的不想见那个女人。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但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不像坏人。你知道他为了救你出来，到处都在张罗。无论他现在为我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对我的伤害。 赵熙，不管他到底怎么样，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你心里一定不要有仇恨，好吧？林轩，你真的跟赵熙复合啦？真是大好事，恭喜恭喜！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？哎呀，喜糖就算了，你呢，好不容易跟你的熙哥哥又在一起了，要不然先请我们大家大吃一顿吧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那请我们吃一顿好吃的。好，那好，请我们吃一顿好吃的，可以可以。子豪，深深，海鲜又吃海鲜？当然了，哎，那天我们放假。 单总，没想到你还愿意来这里。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。既然你觉得林轩有品酒天赋，那就好好培养他。林轩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赵熙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都不愿意看到伊曼跟你今天这个局面。但是我必须说，你令我刮目相看了。谢谢你的夸奖。 林
为什么到现在听到你的名字，我的心还是这么痛？我们之间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我真的就这么和小轩在一起了吗？这一刻，我为什么这么想你，发疯一样的想你？你怎么回事？谁让你喷香水的？对不起，我是新来的，我不知道有这个规矩。李玉，从我车上把我从智利带回来的礼物分给大家吧。还有，最大那一盒是方先生的，拿到我办公室去。好，走。这是智利的特产天青石，我知道你一向都收藏石头，希望你喜欢。我很喜欢，谢谢。哎，一曼，我记得你好像一直都不允许你的员工喷香水的，对吗？怎么了？刚才我们2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你的员工身上有那么浓烈的香水味道，居然你都没有闻到吗？还有啊，你真的去智利了？我觉得你最近有什么事情，好像是在瞒着我，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对吗？你要不要告诉我？是，我没有去智利，我进了医院，去治疗失去嗅味觉这个事情。你说什么？你失去了味觉跟嗅觉？我不想外界知道这件事情。如果红酒界知道沈一曼失去了嗅味觉的话，这对盛美家这个品牌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，上天会赋予你很多东西，但是也会剥夺你一些东西。其实我失去嗅味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完全失去它也是早晚的事情。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一起来分担。你不能这样，永远是把问题都一个人闷在心里边。让我也给你想想办法，好吗？太阳打西边出来啊！你来看我表演啊？怎么了，神探？看起来是有什么案子破不了的吧？我就想不明白，怎么样？林轩他怎么就吃了赵熙那棵烂回头草了呢？子豪，你看我啊，年轻有为，英俊潇洒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脚踏实地做出来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楷模呀！楷模，凯子的模特啊！凯子就凯子，模特就模特。我对林轩那可是从一而终嘛，总比那个对林轩始乱终弃的赵熙强吧？这句中肯。对嘛，这才是兄弟嘛，就应该同仇敌忾。谁跟你是兄弟啊？谁跟你同什么仇敌什么忾的？行啦，都懂的。懂什么？你就是爱林轩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？哎，
是否还记得曾经望着漆黑的夜空，躺在沙滩上不知不觉开始幻想，成长了以后才发现一切都不是那样，想一直往前飞，却看不清方向，站在辽阔的海边，望着汹涌的海面，看到年少时许下的那个愿，也许终将有一天，梦想变成了蓝天，停在那里的海岸，等待着我。犹豫的时候，在街上无意的穿行，感觉身边的人，孤独冰冷的心，站在辽阔的海边，望着汹涌的海面，看到年少时许下的那个愿，也许终将有一天，梦想变成了蓝天，停在那里的海岸，等待着我。你要去哪？我在酒吧驻唱的工作也算是稳定了，以后会回来的很晚，我怕打扰你，我还是搬出去吧。可是，房子我已经找好了，就在酒吧的附近。以后白天要去碧翠，晚上去酒吧，我怕睡不够。走了。你收起了行囊，我们都知道，这只是一种借口。我从出租屋搬出去，只是不想触景伤情。在路旁听着风声，带走我们的过往，再放映一遍昨天。是什么凝固世界？现实破碎一切，让你离开我的世界，就当作一场梦，出现在每个夜里，现在就要醒来。你重新赢回了赵鑫，你做了你一直想做的，你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为什么看着子豪收拾行李，竟然觉得空荡荡的？
你跟赵熙复合了，这是你梦寐以求的事儿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开心点。对，还有一点，这条鲶鱼是可虚可实的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他们两家斗得两败俱伤了，那这鲶鱼就没有用了；如果他们还在挣扎，那这条鲶鱼就可以适时的吞掉所有能吞掉的一碗。这当中有一个关键，就是他们必须得掌握这几瓶初之恋红酒的动态。所以你还是想搞到初之恋？不是搞到，是掌握。有时候武器在敌人手里，杀伤力会更大。这个月你没做够，扣掉那些过往排会人钱，就剩这些了。老板，这段时间谢谢你啊。这样，为了庆祝你结束自虐的日子，我请你去看电影吧。不行，我还得去应聘工作，然后找个住的地方。虽然这家餐厅的老板又小气又刻薄，可毕竟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了我，让我有饭吃，有地方住。那这样我也该谢谢他喽。老板，谢谢你。还会笑就好。工作先别急着找，住的地方我也已经帮你找好了。现在呢，最重要的就是陪我去看一场超级搞笑的电影，怎么样？好嘛，我好久没看电影了。好吧。走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电影。沈总，您找我？最近突然冒出了很多争夺雷诺酒庄的风声，导致他们的品牌溢价越来越高。怎么会这样？作为旧世界红酒的一个标杆酒庄，他们确实是多方势力都志在必得。
最近业界传闻，有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要秘密加入收购行列。看来我们的对手不止碧翠一家。沈总，在市场运作当中，你一向来都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新加入收购的公司，对我们不会造成压力的。压力倒不是很大，但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。我想，我们应该在初之恋红酒上做一些文章。据我所知，初之恋有2瓶已经毁掉了，已知的3瓶全部都在单离的手中，其他的都流落在外，不知所踪。我想，碧翠肯定也会努力的寻找。但是我们担心的是，那家新加入的公司，他们的背景我们都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下准备。以我们公司现在经营的情况下，如果要获得雷诺酒庄的话，就必须要走一下感情线，去打动雅克。沈总，有什么事你就尽管吩咐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全力以赴去寻找初之恋。有消息的话，马上通知我。明白。刚那几个人真是太搞笑了，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笑的。好笑，你臭这副脸。我就是不太习惯看喜剧。啊，你别这样行不行啊？笑一个吧，不然我生气了。还记不记得小时候，我们老是去看电影的事情？当然记得了，以前每个月县里都会在大广场上放电影，不过放的都是些很老的电影。但是那时候也很开心啊。是啊，你呢总是连晚饭都不吃，就搬2个小凳子到广场上去，然后找2个最好的位置等着我。你就会拿特别多好吃的，然后我们一边吃一边看，特别开心。真想回到以前，无忧无虑的，多好。我们可以回去的。还回得去吗？当然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帮你找的住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我那。那怎么住得下？就算你不介意，子豪也会介意的。他搬出去了。他为什么要搬出去？就是在他驻唱的那个酒吧附近，我不知道，可能那样上下班方便一点吧。希望不是因为我搬出去的才好。不是，你少臭美了，才不是你呢。他就这样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。不是，你看他搬走了吧，我这个房租负担就挺重的，你就当帮我分担房租好不好？回家了。进来吧。怎么样？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啊。哦，那是你的房间，我带你进去看一下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没事，我来吧。我可以的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挺好的。哎，林轩，你们家有抹布吗？我打扫一下。啊，我去给你拿。我来帮你弄吧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行吗？可以，没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这个房间应该是属于沈子豪的。他好像哪天就会突然回来，到时候看见赵熙住了他的房间，怎么办？林轩，你们家哪里有水啊？我洗一下抹布。我洗抹布。别闹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厨房电表什么的。哦。距离我们跟沈一曼比试红酒的日子就快到了，你有把握打赢他吗？
要打赢沈一曼的确是不容易，不过或许有一个捷径我们可以利用。捷径？什么捷径啊？就是比沈一曼先找到剩下的那14瓶初之恋，这样子我们在雅克先生那里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可是那些酒现在都下落不明，要怎么找啊？林轩，一开始就是你发现初之恋里藏着定情物的秘密，要找齐剩下的这14瓶红酒，我想还是得要靠你。我？这些酒对我、对碧翠来说都十分的关键，全都靠你了。嗯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怎么一点这方面的信息都没有？找到1瓶也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第一个想找的人还是他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你干嘛一脸受到过度惊吓扭曲的脸啊？你怎么了？你中毒啦？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吓死人了你！你在干嘛？没干嘛。哦，你在找上雅克那14瓶酒啊？讲到找酒，我们2个也算是老搭档了啊。有没有空帮我洗脚？我看算了吧，找酒这件事情等于大海捞针呢，而且帮你找酒吃力不讨好，我干嘛帮你啊？找大的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没看到孟德汉对那19瓶酒的评价啊。其实照理说，他给我们的那3瓶酒应该就是最后的线索了。可惜莫先生也不在。喂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愁眉苦脸的。找红酒啊。红酒不见了。太好了呀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有多年查案的经验，可以帮你们分析还原案情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好办呢。你们首先得找到最后一个接触那批红酒人是谁就行了。这个酒在拍卖会上出现过，在品酒家孟德汉先生那也出现过。拍卖会上的那一瓶是一位收藏家的酒，是从法国回来的，谁卖给那个收藏家他也忘了。那个孟先生呢？人归天国了。那他老婆呢？他没有结过婚，他只有一个妹妹。那就找他妹妹就好了。所有的线索呢，都会有它的一个源头，我们称之为线头。你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线头，可以通过它再找到它的源头，这样线索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我们再提炼分析出有用的来，就 OK 啦。哎，他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哦。那当然了，我就觉得呀，我们的帮忙很厉害，很聪明的，还很有钱，对不对？钱，身子好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越来越肤浅了呀？哎，哪里像我们家的旺旺，又有能力又有才华，你有吗？对
对吧？我这个人一向是很低调的嘛。乐乐，你怎么知道我最看重的你的这份低调，还有这份从容不迫呢？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低调的呀？哎，人呢？哎呀，乐乐，不管他们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别讲。哎呀，旺旺，就这么多了。谢谢你啊，孟小姐。快别这么说了，上次你们帮了我的事儿啊，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。请问一下，让雅克的酒你有见过吗？哎呀，我不懂酒，也许见过，也忘了。线头都没了。没关系，孟小姐，我相信这个资料对我们找到出支链一定会起到关键作用的。哎呀，但愿如此了。我能帮你们的也就这么多了。耐藏的酒，在长年累月的存储中，会有一些沉淀，俗称酒渣。实际上是酒石的结晶，还有部分多酚类物质，因为各种理化的变化的。这要找到什么时候？林轩，开饭了，哎，来，赶紧坐下吧。快坐下。这你做的啊？啊，之前一直在餐厅打工，厨艺已经锻炼出来了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多吃一点啊。怎么样？这你第一次做饭给我吃，不太习惯。以后啊，你就会习惯了。你以后要一直做饭啊？是。不要吧，你大律师，不要浪费在厨房里了。我已经不是律师了，而且我也不打算再做律师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是清白的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再做律师啊。林轩，你别劝我了，我自己走错的路，责任我自己承担。没关系，我准备重新开始。我要跟过去一刀两断，除了你。赵曦，你这样说我挺开心的，但是我觉得吧，这个人是不可能跟自己过去一刀两断的，错了咱们可以改正，有经验教训也可以汲取，但是梦想还是要坚持的，对吧？我比谁都清楚你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什么。还记得以前还没上大学之前，你就跟我畅想过你在法庭上舌战群雄。我知道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梦想，对不对？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知道单总利用了你的一些失误，造成你跟沈总有那么一些过去。但是我觉得吧，正是因为你是一个内心很有勇气，而且很有原则的人，不然你也不会去自首了。赵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一直在身边支持你。你千万不要放弃梦想，好不好？梦想，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，只是一场梦吧。别这么消极，行不行？林轩，我没有消极，你再多给我一些时间，我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，以后要走的路。
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随时都可以出发嘛。吃饭吧。哎，对了，刚才看你在房间待了那么久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查一些资料，再找一个酒叫做初之恋。哦，那找到没有啊？啊，没有，那些资料吧，跟那个酒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还有很多红酒馆的电话，还有一些收藏家的电话，我想应该会有帮助吧。所以你要去找这些红酒会所还有收藏家吗？嗯，这酒对单总挺重要的，肯定要找到他。哎，你要找酒可以找我帮忙啊，反正我也是闲人一个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。怎么了？嫌弃我没有用啊？什么呀？你看说的，我不是怕你累吗？好啊，那明天跟我一起去呗。好，吃饭吧。林轩，好了没有啊？哎，可豪，等一下，我马上下来啊！快点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来了。走了啦，快点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。可以了，出发吧。赵熙说多一个人可以帮我们一起找。走，走吧。哦。子豪，快点啊！你最近的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啊，谢谢你，韦斯。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有你一直陪着我。这不就是好朋友的作用吗？你看这万家灯火，多漂亮啊！其实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，而这每一个故事里也都有喜怒哀乐。你今天经历的这一切，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许多人都经历过，或者他们正在经历着。如果我们不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，我们怎么能够快乐地活下去呢？你说呢？知道了，韦森，我会慢慢走出来的。是不是太说教了，很烦人吧？啊，对了，你的味觉好些没？这个恐怕需要点时间。不怕，反正有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哎，在各大红酒会所找了一整天，什么都没有。别泄气，我们才找了5家而已嘛，还有10家啊。哎，但是乡巴佬，你真厉害哎！你在那些人面前侃侃而谈，就像红酒专家一样，都被你蒙到嘞。哎，什么乡巴佬？你讲话给我注意一点好不好？我现在对红酒的理解很好了，你才是红酒界的乡巴佬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给你一点阳光你就灿烂，给你一点海水你就泛滥了。你给我阳光，我当然灿烂啊，不然我要干嘛？乡巴佬就乡巴佬，还狡辩。你才乡巴佬呢！明明就是乡巴佬嘛！你才是乡巴佬，你还说哎，我你们别闹了，玩了一天还不累啊？明天还要继续找呢。好，时候不早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明轩，我们走走吧。最后的一杯红色
谁？你还在乎谁？我这个笨女人，只知道傻傻的，别太认真，为爱一个人。我这个笨女人，爱的天真，看不见恋人的身后刻着红色伤痕。说好的是你来给全世界的恩惠，是那么的美。说好的绝对，现在却忘了是谁。最后的卑微，最好的再不会什么都最后的一杯红色的暧昧，爱情的滋味太让人沉醉，醉过后狼狈，只好装颓废。爱情给了谁？是谁？你还在乎谁？我这个笨女人，只知道傻傻等，别太认真，为爱一个人。我这个笨女人，爱的天真，看不见恋人的身后刻着红色伤痕。说好的是你全世界的恩惠，是那么的美。说好的绝对，现在却忘了是谁。最后的卑微，最后的再不会什么都给。一个人醉，谁会来陪？全世界都迷醉，无所谓的狼狈。